为了要加强社会安全，行政院这3年来投入要到70亿进行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。卫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的规划，要增加精神患者，也有一个访视人员的能力甲服务据点。另外，健保署也提供病医和视觉失调症患者长效针的注射补助。明年开始，若准有需要患者，就当开始使用啊。入内3军总病院，即间日间照护病房，平常时9点到下晡3点，差不多有100多位精神疾病患者伫咧遮。伫咧个案管理师、医师甲社工等等专业人员的陪伴之下，做各种趣味的课、复健甲治疗。其实咱人本来就是有破病嘛，咱脑破病甲心脏破病，甲咱其实腰子破病拢共款一件代志，咱就来互因好好来治疗。根据卫福部上新心理卫生报告资料显示，去年全台湾需要定期访视的精神患者有125000多人，其中较严重的分1级甲2级的有35000多人。不过关怀访视员却无200人。过去预算有限啦，去年进前哦，阮迄社区关怀患者99个社会安全网第2期，阮都增加迄社区关怀员。差不多1000个，新卫社工嘛增加到420个。这几年发生未少社会攻击事件，外界质疑政府讲要强化社会安全网，拢是假。卫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计划，对象除了精神疾病患者、资本家庭暴力和性侵害者，即马搁加入精神疾病个案，也会加派关怀人员甲服务单位。另外，健保署也针对视觉失调医疗给付的方案，提供病院甲患者做长效针的奖励甲补助。今年开始宣布嘛所以明年就开始讲，政府讲你来讲，即有需要患者就通开始用，开始用，这个患者若病情会当稳定落来，事件就愈来愈少。毋但医师提醒，为少立委也呼吁卫福部就要即时修正精神卫生法，加强社区的支持系统，互民众毋免活伫咧惊吓中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